我仲想做條片俾大家介紹下我今一年廣東話嘅國語字嘅發展嘅一個結果同埋一個過程。即係我由我呢個諗法做呢個國語字咧，係自2020年嘅秋天開始做。當時咧，我係讀緊大學，我當時咧係同時學緊廣東話同越南話呢兩種語言就一齊。當時我就諗，即係廣東話有6個聲調，越南話都有6個聲調，然後有啲發音係好相似嘅，然後有啲詞語係同源嘅，所以我就有呢個諗法。但係當時我自己嘅呢個研究嘅仲唔係好深入，我仲係有即係好多問題，即係點解？譬如話廣東話有一啲韻手，越南話入面係冇嘅；越南話入面有啲韻手，廣東話都係冇嘅，所以就冇好難去即係一一對應。我都嘗試我自己用手用電話入面去打字，試圖用越南字嚟打廣東話，但係當時咧就未做到呢個成果，做出呢個好系統性嘅一個成果。但係我當時都已經總結出咗廣東話同越南話之間嘅一啲，譬如話音調嘅對應關係啊等等，都已經做出咗。然後到咗差唔多2024年嘅秋天咧，喺2023年就已經開始咗。2023年嘅秋天就已經開始咗去嘗試做咗一個表格嚟用粵拼作為一個基礎嚟整理我嘅呢個廣東話嘅國語字。我當時叫做一種新嘅文字，然後我就做咗一個表格，然後試住傳俾一啲朋友，俾佢哋睇。但係當時呢個研究都唔係好深入，因為當時都係照住粵拼。我當時並未去研究古粵語，即係古代嘅廣東話，好似譬如話500年前、400年前嘅粵語係點樣一種發音，所以當時呢個研究嘅結果咧都係麻麻地。然後到咗2024年咧，我更加深入去研究，然後我當時做咗一個鍵盤叫做 Cantonese Telex， 即係呢個鍵盤我啱啱做嘅時候咧，我都輕輕地做下。我當時未諗過呢個 program 會變成一個我依家主要做嘅一個 program，因為我當時係做一啲其他台語啊一啲呢啲，然後呢個就係一個 branch 一個分支嚟嘅。我做台語嘅研究做到一個分支就係廣東話，然後我上傳喺一個叫做 Keyman 嘅網站入面。呢個網站咧，你可以是但去下載，你可以呢個網站入面去 search 揾呢個 Cantonese Telex， 就即刻能夠揾到我做嘅呢個作品。然後我自2024年嘅秋天，大概11月，其實呢個係有一個準確日期嘅，因為我當時網上面係有發咗呢啲 post 咗呢啲文章 post 咗。11月咧就正式公開第一個版本。呢個公開嘅第一個版本咧，即係都係照住粵拼嘅呢個正寫嘅方式會多啲嘅，所以其實都唔係好通用，同呢個即係越南話唔係好通用嘅。然後到咗大概3月份咧，2025年嘅3月份咧，我就發明咗一個叫做第二個版本啦。就係呢個版本就同我依家嘅呢個版本已經係95%係完全相似，就95%已經一樣。然後修改咧，到咗依家就已經整理完成咗啦。即係
到咗依家，去咗2026年嘅3月已經完成，佢基本上就已經唔會有大嘅變化，即係99%已經唔會再變。完成咗，然後我咧就做咗一本字典，即係將所有嘅廣東話嘅字全部咧都收納埋呢本字典入面，即係有4808個常用嘅漢字收落呢個字典。然後我依家咧就打算去推廣呢個文字啦，即係正式打算開始推廣。又點解我諗住做呢個工程咧？其實因為我嚟到咗英國以後，我就觀察咗好多香港人嘅社區，然後佢哋咧就教細路仔寫即係中文啦，又仲要參與考試。但係其實我作為一個好支持香港獨立、好支持廣東獨立、好支持上海獨立嘅一個朋友咧，我就非常之覺得呢種其實冇乜好大嘅價值。即係你嚟到咗英國，然後仲要寫所謂嘅中文正體中文，然後去參與返呢個英國嘅中文考試，呢個其實係其實我係鳩嘢嚟嘅，鳩嘢。因為即係廣東話同中文佢本身係兩種語言，即係廣東話佢有時香港人會寫一種叫做書面中文，其實書面中文就係普通話，書面中文等於普通話，等於呢個曹魏嘅語言，呢個曹魏書面中文等於曹魏，即係我就諗住，即係南方人應該有自己嘅一個文字，因為我頭先已經知咗台語咧，台語就已經有咗自己文字，但係台語嘅呢個文字咧，雖然話台語佢都係一種叫做南方漢語，即係一種好似百語語言嘅一種文字，但係佢並未達成一種真正嘅普及化嘅一種書寫，即係大部分你去馬來西亞、你去台灣睇，大部分人都係寫漢字嘅，即係好少人嘅少數人寫呢種台文，嘅少數人寫呢種平時學校都唔會教嘅。所以我就諗，因為廣東話係一種通用語，即係你話，譬如話你話我識講 Chinese，咁人哋會問你識講 Mandarin Chinese 或 Cantonese，即係廣東話係一種好大型嘅、好國際化嘅通用嘅語言。咁如果廣東話能夠自呢種正體中文變成咗粵文嘅話，咁就會令到呢個廣東話識講嘅人越嚟越多。越嚟越多人能夠轉去寫、轉去講呢個廣東話，而且你學廣東話都唔使一定要有一個環境，因為依家廣東話嘅一個缺點嘅，即係你一定必須要有一個環境，你有人同你寫，有人同你講，即係你如果自己去學嘅話，你幾乎就冇辦法去學到，因為你根本就冇辦法治呢個，譬如呢個漢字同呢個發音，你點樣對應咧？呢個漢字同發音，你除非話有一個人每日有喺呢個社區入面有人同你講，不然你根本就冇辦法自己嚟睇住一本書，睇住一個電視嚟學，係咪？
但如果我睇呢啲字，你就能夠自己自然而然去學。然後咧，因為仲有一個問題，我上年同一位朋友傾偈，返堂我開咗堂，然後佢話：如果我發明咗呢種字，佢最終會變成一種語文，呢個係好啱嘅。其實佢當時講到呢個點，我都未自呢個方向去當時去擴展去思考，但係佢提到呢個點，我覺得好啱。即係如果廣東話未來有呢個自己嘅文字嘅話，咁其實好多概念，譬如話我話一個最主要嘅一個轉變咧，即係第一個轉變係西方國家嘅一啲名詞、一啲人嘅名，你翻譯成為廣東話就再也你永遠唔使繼續用漢字嚟翻譯，你去即情去翻譯呢啲文，即係譬如話我話莫斯科呢個莫斯科，即係呢個城市，其實呢個城市嘅俄文嘅名，佢同廣東話嘅發音係一啲都冇關嘅啫。Moskva，但如果未來咧，廣東話就係排除咗漢字，因為莫斯科呢個所有嘅俄羅斯嘅人嘅名都係自普通話轉到普通話，然後再轉到廣東話，所以呢個漢字嘅發音同呢個本身俄文發音係完全冇關聯，可以話幾乎冇乜關聯性。即係譬如 Moskva 同莫斯科呢個 f 點解變成呢個瓜？咁如果喺未來咧，呢啲名字可能就會變成，譬如話 mas， 譬如話瓜 Moskva， 呢個可能係未來嘅廣東話，你會點樣去發呢個音？譬如話你可能會寫呢個，譬如話我話捷克共和國，捷克共和國呢個捷克呢個依家譬如話係寫捷克，咁喺未來咧，呢個捷克呢種詞嘅名字可能就會變成譬如話 check， 譬如話 check， 譬如話 check， 就會變成譬如話 check， 譬如話 check 共和國 check 共和國共和國，即係你會令，當然未必係呢幾個字會變，但係未來會有新嘅概念，就一定係跟住呢種規律嚟講。譬如話有個人嘅名叫做 Biden， 咁以後就繼續寫 Biden，Trump 就繼續寫 Trump， 你唔會再用呢個漢字嚟翻譯。譬如話美國下一屆嘅總統係邊個人我唔知，但係你跟住下一屆嘅總統你就唔會再翻譯嘛。譬如話特朗普，即係因為呢個漢字已經變成咗一個冇意義，你揾邊個漢字翻譯已經變成一個冇意義嘅行動，一個行為。你即情去攞呢個英文字嚟寫，然後你照住你中嘅發音，譬如話你中意講呢個 Trump 係撐，我中意講撐，你中意講 Trump， 呢個已經唔係好緊要嘅一個事。呢個就係首先一個令到語文變化嘅一個點。然後第二個變化咧，除咗呢個外來詞嘅變化，就係令到廣東話口語變得更加能夠容易寫。
譬如話我要講一個字，譬如話一 D，我話一 D 嘅呢個 D 字，呢個 D 係好難寫嘅，呢個 D，呢個 D，如果你廣東話呢個粵文嚟寫就 D，譬如話有啲人寫呢個啲，呢個一啲啲，呢個啲就係咁樣嚟寫啲。再譬如話一個爛嘅爛嘅，因為有啲人佢會攞一啲英文嘅字嚟拼寫咧，呢個都係亂整嘅，就變成爛嘅。以前呢啲字係根本冇得寫，譬如話我要 hea 下，你 hea 下先 hea 下先，咁呢個 hea 下先未來就會變成 hea 下又先 hea 下先，但你根本就唔使去考證呢個古代嘅字。有啲人話呢個 hea 你係一個我唔知點寫，即係一個係睇戲嘅戲，一個 hea 下，其實我都唔知。同埋有人話好鉗，呢個鉗字咧喺未來都係咁寫鉗。然後仲有啲人去考究呢個研究呢個正字，研究正嘅字，呢種情況就喺未來都冇有。譬如有人話呢個左識左嘅左同埋呢個左邊個係啱嘅，其實我話呢個係啱嘅，呢個係後邊有嘅，但係呢個係多人用嘅，依家多人用嘅都係啱，但係多人，但係喺未來咧呢個左字就會變成呢種左，即係 CHO 呢個應該係 JO 左識左，即係你根本就唔使去考慮呢個點，呢個就會令到廣東話語文成個變化。而且如果廣東話嘅呢個語文喺呢個方向去變化嘅話，因為粵文佢嘅正寫本身就會提示一啲呢個語言嘅發展嘅詞嘅源頭。譬如我話一個，譬如話係膠，譬如話一個係呢個膠字咧，佢就會變成呢個膠同呢種膠兩個寫法，但係呢兩個寫法嘅意思就唔同。一個係黐嘢用嘅膠，另外一個係膠嘢嘅膠。因為佢哋嘅發展嘅趨勢係唔同，譬如呢個膠係指呢種膠變成膠，然後呢個膠咧係指譬如話膠，然後變成膠同埋膠，因為佢嘅趨勢係唔同嘅，所以呢兩個漢字一樣嘅字喺國語字入面，喺粵文入面會令到佢哋唔同，即係反而係令到呢啲原本相同嘅字會有多種發音。譬如話一個重，呢個重就會變成重。譬如話我話石頭好重，呢個石頭好重，同埋重要嘅重要嘅重。譬如話重慶嘅重咧，重慶就會變成另外一種重慶，應該大寫重慶。就會令到原本三個詞語三個唔同嘅情況都係一種漢字，依家就變成咗三種，就係令到成個語文並變得更加容易睇、容易分別，
容易分辨呢啲唔同嘅發音。而且仲有一個點咧，即係可以令到成個廣東話嘅即係世界，呢個講粵語嘅世界、粵文嘅世界咧，仲要團結多啲。因為依家譬如話廣東話有唔同嘅方言，廣東話自己都有唔少嘅方言，即係譬如話我哋知依家有幾多種咧，其實大致咧係有，譬如話廣州話，呢個係香港人、廣州人都講呢種廣州，同埋台山，仲有譬如話歐流粵語、歐流粵語、南寧粵語，甚至乎都有浸江呢種地方，譬如話吳化。其實每個地方嘅粵語咧都好唔同，都有一啲特徵咧係古老嘅，都有一啲特徵消失咗。所以你可以根據呢啲粵語去估計出一種古代嘅粵語，即係原始嘅粵語。然後根據呢個原始嘅粵語咧，我就發明咗一本通用嘅字典，即係規定咗每一個漢字對應嘅每一種情況，對應嘅每個詞語情況底下對應嘅呢個字，呢個羅馬字要點樣去串。因為有一個朋友，好多朋友就提出一個質疑，即係漢字咧，佢係有正統嘅呢種書寫，佢係有標準。咁廣東話你要寫呢種字，標準喺邊度咧？咁我話呢個標準就喺呢度，然後就係根據呢啲去估計出嘅一種原始粵語作為一種標準。然後咧，仲有人問你，即係漢字佢會俾到你一種思想，一種即係情感上邊 emotion 上邊嘅一種印象，即係你睇到呢個漢字呢個中文呢個時候，你就會諗起一種譬如話叫做印象 impression 印象喺你嘅腦入面。咁如果你寫呢種字，點解會有印象咧？譬如話呢個譬如話我寫個，譬如話我唔知，譬如話我寫一個字，譬如話印度嘅呢個印，你就會知呢個係一個國家咧。如果我寫呢個印度，咁你點樣去諗起來呢個印度同呢個印度之間嘅呢個關係咧？話印象。咁呢個咧就係因為我嘅一種字係一種好規範化嘅規範，因為有咗規範以後，你寫一代兩代人以後，你就會形成一種一代人就足球，甚至乎5年你一個人寫5年，唔使5年你寫，譬如話1、2年以後就會有一種對於每一個字同一個物體同一個概念嘅一個對應關係，你就有一種印象。然後呢個字咧，佢嘅正寫都同越南話好似，即係如果你有
本身有越南話嘅基礎，一係你學咗呢種再去學越南話，你都能夠去通過越南話去達到呢種，去取得到呢種對於呢啲概念嘅印象。因為佢話呢個印度，佢越南人就係即係通過呢兩種語言之間嘅呢種聯繫，你都可以即係達到呢種印象。特別係呢啲漢字詞語，越南話同我嘅呢種語言語文就係可以互相通，80% 相同，80%相同。80% 相同，同越南話。然後呢種文字嘅推廣咧，都會改變教育嘅呢個形式。因為以前你要去教細路講廣東話，你首先要教細路廣東話，教細路廣東話咧，你首先要自呢個中文字嘅基礎開始去教。即係你要首先學普通話，學完普通話你嘅呢個漢字嘅系統，即係學中文系統，然後你再轉翻頭嚟學廣東話。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呢個過程，而且會令到所有人都會產生咗一種錯覺，即係廣東話變成咗一種低等嘅一種附屬嘅一種語言。一種叫做都護，一種被都護嘅語言。其實我都唔知呢個都護嘅呢個護字，都護，被都護。但係事實上唔應該係咁樣，即係廣東話係一種獨立嘅語言。即係如果我哋依然係你首先去寫正體，又寫以後再轉翻頭去學廣東話，呢個過程就嘥咗大家2至3年時間。呢個對於每個細路嚟講係一個好寶貴嘅事，因為每個細路佢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如果佢使2至3年時間就係為咗講一種語言，但係佢要浪費其他嘅時間，就會阻礙發展，阻礙每個仔嘅成長，每個兒童嘅成長，而且可能會令到佢哋對於呢種文字產生咗一種抵抗同埋陰影嘅心理。陰影同埋抵抗，就係會越嚟越令到呢個語言難傳承，因為大家細路仔大咗以後都抵抗，有陰影，然後因為你學廣東話首先要學中文，所以你都會令到所有講廣東話嘅人，識寫廣東話嘅人都變成識講普通話，咁就會令到另外一個情況，即係大家都向住到另外即係引導每一代嘅人，引導每一階層嘅人都向住講另外一種語言，向住變成另外一種語言嘅附屬品。即係我知係有好多華僑佢係識講廣東話，唔識講普通話，但係呢種係
都係文盲嘅，即係唔識寫，佢先至能夠做到呢種結果。即係佢可能佢識講英文，識講越南話，然後佢識講廣東話，但係佢唔識講普通話，呢種係有可能嘅，但係佢一定係唔識寫漢字，唔識寫正體中文，先至會有呢種結果。我係未聽講過有人能夠首先嚟學廣東話嘅書，呢個廣東話嘅漢字嘅文章，然後再轉翻頭唔識寫普通話，唔識講普通話，我未聽講過有呢種人。因為即係好似以前學南字呢個越南嘅呢個南字咧，呢個南字都係首先你要學文言，你首先學完呢個文言以後，你再轉翻頭嚟學南字先至學得。你冇辦法首先學南字，再轉翻頭嚟學文言，係唔通嘅。即係通過呢種嘅改革教育，就會令到呢個廣東話變成一種更加容易保護嘅、保留、保存嘅語言。即係好似令到廣東話已經變成咗一種好似西方文字、好似歐洲嘅一種文字嘅語言，即係好似歐洲。佢好似東歐嘅一啲語言，又係西歐嘅一啲語言，你學呢啲30幾個字母就能夠寫得、能夠讀得呢種語言。而且你要接受新嘅思維咧，因為廣東話佢係依家係寫漢字，咁好多概念漢字係冇嘅，咁你就可以用呢30幾個字嚟製作新嘅概念，就係令到呢個語言變成咗一種唔係死嘅語言，係活嘅語言。而且係越嚟越活，即係活過人哋中文嘅一種語言，靈活嘅語言。然後未來咧都會令到，因為有一種佢哋嘅文學文字，以後就會有自己嘅呢個文學。因為我都知依家其實廣東話已經有啲人去嘗試去翻譯一啲作品轉變成粵文，但係呢個都係漢字，都未有人去嘗試去用呢種形式嚟寫。因為我知以前有本聖經就係用呢種文字，當然唔係我嘅呢種，係佢哋自己發明，傳教士自己發明嘅一個文字，佢自己嚟寫。未來咧就會有專登去用呢種文字嚟寫嘅文學，甚至乎用呢種文字嚟寫小説、寫歌都會有。因為譬如話，再講多一句呢個寫歌詞嘅問題。譬如話，我要寫一個歌，呢個歌咧，佢有呢個押韻，呢個押韻嘅問題。呢個押韻，如果你要用漢字嚟睇呢個押韻，你就會唔係好直觀。你要睇個音調嘅高低，音調要睇呢個韻尾、韻母係咪啱，你就要唔係好直觀。但如果你真係能夠用呢種拼音文字嚟寫嚟創作嘅話，咁就會令到你要做呢種押韻嘅歌詞更加會容易啲，因為我自己都試過，
而且以後因為有咗呢種文字，以後嘅廣東歌咧就更加會變成咗一種以廣東話嘅口語為主，而脫離中文嘅一種系統。因為依家廣東話嘅歌其實只不過係一種，我話係你係用廣東話嘅音嚟讀普通話，佢唔係真正嘅地道嘅廣東話。有未來咧，廣東話講普通話，未來就真正會變成咗一種用廣東話真正嘅廣東話嘅歌。即係譬如話，你永遠唔會睇到，再也唔會睇到。譬如話，我話呢個，譬如話我的呢種的嘅呢個用法咧，未來就會消失。即係呢個的可能只會變成呢個目的嘅的。譬如話，以後就唔會有。譬如話，什麼呢個什麼就會全部消失，因為呢個係冇喺廣東話係冇呢種用法嘅，就會全部變成譬如話乜嘢。而且呢種文字都會令到廣東話嘅方言係容易保留。譬如話，廣東話有好多唔同嘅方言，佢每一個地方嘅方言會有唔同嘅發音。譬如話，我話你叫咩名？呢個名咧，廣州話係咁樣嚟讀呢個名。有啲地方喺度名咩名咩名，有名。但係如果佢喺個詞語入面出現咧，喺個詞語入面出現，佢嘅發音係名。呢個名有啲係名字名，就會令到所有嘅地方嘅唔同嘅口音咧都能夠保留，而且能夠變成一種行政嘅文字，令到語言變成咗行政文字。譬如話，我話我舉個例，譬如話我話操練，我話要操練，操練。譬如話廣州話嘅發音咧係操練，但係台山話嘅發音咧係操練。但如果呢種語言用一種正寫嚟串嘅話，咁大家都能夠睇明。如果呢個 AU 喺度 O，呢個 TH 喺度車，但台山話入面呢個 TXX 就係 T，AU 就係 O。呢個就係可以方便大家嚟統一一個國家嘅文字。其實我呢個人係一個 fantasy 嘅作者，我係一個 fantasy。呢種本身就係一種 fantasy 嚟嘅，即係安南話佢嘅發展嘅趨勢係，首先係文言冇得寫嘅，即係安南話係冇得寫，最早係冇字，然後變成咗難字。難字係有得寫，但係好攰，有得寫好攰。
好攰嘅一種文字，而且你一定要學頭先嘅，然後變成咗一個拉丁化。拉丁化就依家，但廣東話就停留喺呢一度。佢漢朝開始有文言，然後五代十國以後，五代以後有南字，然後17世紀以後有拉丁化。但係廣東話嘅發展咧就係文言，然後廣東話嘅發展咧都係1世紀有文言，然後到咗19世紀初先至有一個叫做口語。由拉丁化就未開始，好似20世紀初有少少拉丁化，少少，但係未推廣開。所以我呢個人做嘅呢一步咧，就係將越南嘅一個過程去複製到廣東話。有廣東話可能20世紀嘅50年代以後就轉變咗普通話，就越嚟越多普通話嘅呢啲字啊，呢啲概念啊，呢啲單字啊，會自呢個漢字同埋傳播嘅呢個作用去傳入廣東話，就令到成個廣東話越嚟越貼近呢個普通話。呢個越嚟越即係漢化。我話呢個過程係一種漢化，越嚟越漢化，即係廣東話越嚟越漢化。即係我想做嘅，即係令到廣東話行到依家越南行嘅條路，即係唔係漢化，係一種國際化，一種自發化嘅一種自發嘅語言。因為越南佢以前係一個好多天主教人士嘅國家，天主教同儒家。但係廣東嘅香港咧就唔係呢個歷史嘅發展。廣東話，譬如話廣東嘅呢個天主教嘅教會就未諗到要專登俾廣東話一種語言。即係安南就係天主教。廣東就唔係天主教加儒教。廣東話就變成咗，好似就廣東人、香港人都有教會，係咪？教會，我哋都有教會，我哋都經常返教會，返基督教嘅教會去聽講道，去崇拜神，去禱告，去學聖經，係咪？但係我哋並未行到人哋呢一步。人哋嘅越南嘅教會咧，喺人哋呢啲天主教嘅教士就專登會幫佢哋去整理文字、整理字，又發明咗字典。即係人哋越南人可能自己都唔係好有呢個興趣，但係佢哋接受呢個概念，又有咗一個叫做張永記，即係張永記嘅人。Petrus 佢叫做彼得，佢唔係張永記，張榮耀嘅榮，張
曾榮記，佢係一個皇帝身邊嘅大臣，佢就接受，佢係一個天主教徒，佢接受咗安南即係葡萄牙人發明嘅字，然後推廣呢個字，佢係大臣。曾榮記，然後佢哋嘅安南人讀乜聖經嘅？安南人嘅聖經係國語字聖經。當然安南啱啱開始都有個叫做韓農公爪，韓農公爪一個階段就係喺呢個國語字未普及嘅時候，就讀呢個韓農，即係南字，即係口語字嘅聖經嘅呢個公教天主教韓農公爪呢個階段。但係廣東話其實就唔係，廣東話係指一個廣東，即係廣東話嘅教會，就唔同。廣東話教會係首先係文言，然後變成咗，即係都有發展嘅趨勢。有人做咗一個叫做粵語聖經啦，我都知有好幾個版本，有粵語口語字嘅，即係口語字嘅，又到咗依家就變成咗和合本，即係依家100%，其實唔係99%， 100% 廣東話教育都係講呢個和合本嘅，冇人講呢個係死咗嘅。但係廣東話照理佢嘅發展應該係自口語，然後發展到呢個國語，口語變成國語，但係呢個趨勢就變成和合本，然後變成咗中文，然後變成咗普通話。這個頂島即係呢個就係普通話意思，普通話呢個就係越南嘅近嘅頂島。變成咗普通話，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呢個趨勢係一個好錯誤嘅，我自己覺得呢個係錯誤嘅一個趨勢，即係歷史應該廣東嘅歷史應該看住呢個方向嚟發展，即係文言口語然後國語呢個方向，而唔係即係文言中文然後變成普通話呢個即係死咗呢個方向。即係廣東話死亡嘅方向，即係唔應該係照住呢種，一係變成被都護消失，即係消失同埋都護，即係唔應該向住呢個消失同都護嘅方向，而係發展到國語變成咗一種字法同埋發展。即係我對於廣東話嘅未來嘅呢個展望咧，就係廣東話應該嚟照住安南嘅呢個趨勢嚟發展。唔單止廣東話，譬如話客家話、台語、閩南話、上海話，都應該向住呢種獨立嘅呢種方向嚟發展。然後我覺得呢個任務其實我哋依家做已經有啲遲，即係我覺得呢個任務咧，我喺2024年開始做，已經做咗1年幾。其實呢個任務我哋應該係300年前開始整，然後依家已經做咗出成果，呢個係一個合理嘅。但係我依家即係遲咗人哋越南人300年先開始整呢個。係咪遲？但係我覺得唔遲，因為依家我哋有 AI，譬如話人哋譬如話 Alexander Holder，佢整安南嘅字典嘅時候咧，佢整咗1世先至整出嚟，
而且唔係佢一個人，係好多傳教士一齊做咗幾代人先至做咗一本字典。但係我哋因為已經有先前嘅經驗，同埋我哋有 AI，我哋要有 Internet，所以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快。我一個人一年就已經做成咗，所以我覺得我做成咗第二步咧，應該就推廣，即係令到更加多細路仔、更加多嘅外國人、本地人、香港人、廣東人、各式各樣嘅人開始學我嘅呢種文字，即係要推廣。而且要令到更加多嘅人有呢種概念喺腦入面，即係用呢種越南化嘅思維，即係越化嘅思維。呢種越化嘅思維，你諗廣東話，而唔係中化嘅思維，而唔係中國思維，而唔係中文思維。依家嘅廣東人、香港人大部分諗嘢，其實用嘅係呢種中文嘅思維嚟諗廣東話，嚟諗廣東話應該係點樣去發展嘅，應該係點樣嘅一種語言。唔應該係咁樣，應該係照住呢個越化嘅一種，即係西方化、歐洲化嘅趨勢，歐洲化嚟諗廣東話呢本身呢種語言應該係點樣去行。然後我覺得即係可以令到首先海外我哋能夠做更加多，即係我哋可以令啲比如話華僑組織呢啲高中或者中文班逐漸去接受我哋嘅呢種教育嘅方式，同埋最關鍵係接受呢種思維，一種轉變，一種革命嘅思維、改革嘅思維、改變嘅思維。因為我都知其實依家喺譬如話加州有好多華僑，加州有華僑，佢哋同粵僑其實都生活得好近，住得好近。其實佢哋有部分人係即係 mix，即係兩種身份一齊有嘅，即係佢哋可能會容易接受啲，但係佢都有一個即係 disadvantage，即係劣勢，即係可能佢哋接受咗一個安南話，即係粵話，佢哋叫做粵話，即係分開粵華分開嘅一種觀點。其實我唔覺得粵華應該分開，即係其實粵華唔係對立嘅一種情況。其實粵同華佢本身係粵中有華，華中有粵嘅。事實上歷史上邊係確實係咁樣，即係南方長江南方其實係一種漢化嘅粵。其實呢個粵，譬如話泰國泰人、大人、泰人、佢哋都係粵人，只不過佢哋係行住咗一個印度化，佢哋係印度化嘅粵人，咁我哋係漢化嘅粵人，即係越南同香港、廣東係漢化嘅粵人，就係好似叫粵同華係唔分別嘅一種。即係我希望喺California、喺英國、法國、喺越南嘅南方呢啲自由世界嘅地方，我哋可以首先開始做去傳播呢種觀點，傳播呢種，而且要
令到除咗我呢一個發明者以外，越嚟越多嘅人有呢種思維去完成呢個 mission 呢個任務，喺呢一代人入面。然後國內即係喺一個本土，即係廣東嘅呢個本土嘅區域入面嘅，我哋都可以嘗試去推廣香港廣東本土。喺呢種壓力、呢種壓迫、呢種壓迫嘅底下，我哋都可以嘗試去做啲嘢，因為呢種文字係一種超越阻隔嘅嘢，即係好難去阻止呢種文字嘅傳播。而且佢呢種文字，佢都已經打破咗傳統嘅呢種審查，因為佢係一種字母嘅文字，你好難去用每個漢字作為一個單位嚟審查佢。而且即使你發明咗一套審查呢種文字嘅嘢，都係使好大成本，而且都要不停去更新。而且我哋好容易用我哋嘅呢種方言，即係唔同廣東嘅口音嚟轉變書寫，即係令到人哋要用呢種審查中文嘅方式嚟審查我哋嘅作品，係冇可能，即係令到思想自由，就反對審查。然後如果我哋越嚟越多人識讀呢種文章，識寫呢種字以後，即係我哋要學安南話都容易，即係更加容易了解到一啲歷史，一啲關於廣東、關於嶺南、關於香港、關於廣西，即係陸粵，即係陸粵嶺南。關於陸粵，關於嶺南，關於南粵、大粵呢種歷史就更加容易我哋去曉去讀，因為我哋能夠睇明，已經能夠睇明安南人寫嘅拉丁字以後，就容易睇明呢啲隱藏嘅歷史，一啲中國歷史書入面已經流失嘅歷史，都容易睇。已經唔會記載嘅歷史，睇歷史，曉呢啲歷史。而且我哋以後如果再要去寫我哋新發生嘅嘢，譬如我哋建國以後寫我哋嘅國史，因為我哋依家要學我哋嘅歷史，要學華人嘅歷史，都係要學廣東，都係要學普通話，學中文字以後先至睇明。因為所有記錄呢啲歷史嘅人都係淨係識寫中文字，唔係識寫廣東話，所以都係要首先學普通話，再去先至能夠去曉我哋嘅歷史。咁如果喺未來，我哋就用呢種文字嚟記錄我哋嘅清史，即係能夠記歷史。即係有我哋嘅即係港史、粵史，未來我哋嘅史書都可以用呢種寫。如果我哋要整理以前嘅歷史，都可以用呢種字嚟寫，即文言文即成轉到文言，轉成呢個國語，文言轉到國語。我哋要寫論文，都用國語嚟寫論文。即係呢個係我哋國語，唔係依家人哋講普通話國語。
呢個字呢啲字先至係我哋國語，呢個先至係應該係我哋嘅國語，而且會變成我哋嘅國語。即係以後可能小學生喺學校入面都要學呢種字，唔寫中文，即係使可能一個學期就得，唔使學5-6個學期先至能夠寫，而且係學1-2個學期就已經能夠寫到我呢種。咁已經講咗1粒鐘就休息，而家就休息，大家休息，多謝大家。